明白咗乜嘢係關鍵連接之後，相信各位同學都可以想像到你嘅寫作任務係咩啦。簡單啲嚟講，都係嗰句，就係要睇返題目嘅寫作任務，然之後根據整合資料去拓展同埋引申啦。由於每條題目俾你嘅寫作任務都係唔同，整合出嚟嘅資料都係唔同，所以每一條題目你要去揾嘅關鍵連接 missing link 都會唔同㗎。雖然係咁，但係各位同學記住我哋之前講嘅兩個線索，自然就唔會迷失方向啦。跟住不如俾啲題目大家睇下，等大家更加清楚明白啊。先睇第一個例子。喺呢一條題目入邊，題目要求我哋做嘅寫作任務就係評論青少年店鋪盜竊的兩個心態。咁我哋一定要先知道青少年店鋪盜竊嘅心態係點先啦，然之後先有得評論噶嘛。所以我哋就要先喺閱讀材料入邊整合咗青少年店鋪盜竊嘅兩個心態，然之後再逐一評論。根據整合咗嘅兩個青少年店鋪盜竊嘅心態，然之後我哋就提出意見，呢個就係關鍵連接 missing link 嘅任務啦，亦即係我哋要拓展引申嘅方向。所以正如我哋之前講審題嘅時候，強調審題嘅時候要揾 missing link， 咁大家而家知點解啦？因為題目理論上係需要好清楚咁話俾我哋知你要完成嘅關鍵連接任務係啲咩。記住啦，關鍵連接嘅任務一定唔可以揾錯，否則嘅話你就會走錯路，冇辦法揾到寶藏噶啦。咁於是我哋就根據以上種種嘅線索，可以寫出一段方向正確嘅關鍵連接啦，就好似咁。呢一段就係我哋應該要完成嘅關鍵連接 missing link 嘅任務，其中一個可能嘅答案。我哋試下再睇另一個例子啊。喺呢一條題目入邊，題目要求我哋做嘅寫作任務就係總結及檢討活動成效，並提出建議方向。同樣啦，我哋亦都要先總結咗活動嘅成效先，然之後針對活動嘅成效再提出相對應嘅建議。所以我哋就要先喺閱讀材料入邊整合咗活動成效，然之後再提出相對應嘅建議啦。根據整合咗嘅活動成效之後，我哋就要提出建議，呢一個就係關鍵連接 missing link 嘅任務啦，亦即係我哋要拓展同埋引申嘅方向。了解晒我哋要做嘅任務之後，咁我哋就可以寫到以下嘅答案啦。成個答案都係針對整合出嚟嘅不足之處，然之後針對性咁提出相對應嘅建議。呢一個建議就係正確方向嘅 missing link 啦。相信各位同學睇完呢兩個例子，都知道題目入邊關鍵連接 missing link 嘅任務係點啦。